Hello， 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，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。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條超正嘅陽江3日循環冇購物，只需要港紙599蚊，小朋友499蚊。第一日我哋前往陽江，中午先食呢個招牌馬崗鵝宴，肉質嫩滑多汁。隨後前往巴沙灣、巴雅嶺山頂公園睇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傍晚行下仿大唐不夜城廟街，呢度有各式各樣嘅地道小食。第二日打卡廣東小洱海、露天礦生態公園，午餐品嘗電白三寶，有呢個木魚餅啦、豆餅啦、水東芥菜啦。我哋嘅重磅福利嚟啦，就係去到中國第一灘乘坐海邊小火車，吹海風睇碧海藍天，輕鬆愜意。當晚入住新開華美達安可大酒店。第三日每人免費20球高爾夫球體驗，新手都可以體驗下嘅。午餐我哋食呢個地道陽江白切街，隨後參觀揚帆道士展覽館。我哋呢條線路一家大細都啱玩嘅，快啲約埋屋企人齊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會有筍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玩，多謝大家。